主后2023年2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倒转去。圣经，咱来听读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14节。雅各吩咐伊个囝讲：我要倒去我个列祖遐，恁着将我甲我个祖先带做伙，埋葬伫迄人以弗伦田野个洞穴，就是伫迦南地万里个对面，麦基拉田野个洞穴，是亚伯拉罕对迄人以弗伦要来做墓地个产业。伫遐有埋葬亚伯拉罕甲伊个某撒拉，阁有埋葬以撒甲伊个某利百加。我嘛伫遐埋葬利亚。迄区园甲迄内面个洞穴是对迄人买个。雅各对伊遐个囝交代清楚了后，骹揪起来，倒伫眠床开一顿，倒去伊个祖先遐。约瑟拍伫伊个老爸雅各个面头啼哭，甲伊浸。约瑟吩咐伺候伊个医生用香料抹伊个老爸，医生就抹雅各。医生照规定用香料抹雅各个身躯40日久，埃及人为雅各哀哭70日。为着雅各哀哭个日期过了，约瑟对埃及王朝廷个官员讲：我若对恁得到恩典，请对埃及王转达，我个老爸叫我咒詛，着伫伊死了后，将伊安葬伫迦南地。伫伊为着家己准备个墓，请替我请求王允准我上去埋葬我个老爸，后来我会阁倒转来。埃及王讲：你通照你咒詛个去安葬你个老爸。约瑟就去埋葬伊个老爸，甲伊做伙去个有埃及王个人神、埃及王朝廷个元老，甲埃及国所有个长老。阁有约瑟全家伊个兄弟，以及伊个老爸个家眷，只有因个囡仔甲牛群、羊群留伫高山地区。另外有真侪战车甲马兵做伙去，送葬个场面非常盛大。因到约旦河东边阿达个五谷场，就伫遐大啼哭、大哀伤。约瑟为着伊个老爸哀伤追悼7日。迦南地个居民看到阿达五谷场个哀哭，就讲：这是埃及人一场盛大个葬式。迄个所在就叫做阿别麦西，是伫约旦河个东边。雅各个囝照因个老爸个吩咐，将伊运到迦南地，安葬伫万里个对面，麦基拉田野个洞穴，就是亚伯拉罕对迄人以弗伦要来做墓地个产业。约瑟安葬伊个老爸了后，就甲伊个兄弟以及所有甲伊做伙去埋葬伊个老爸个人，拢倒转去埃及。以上倒转去，大族群个传统文化拢无相同，总是有一个相同个点是，临终以前拢希望死后会得通安葬踮故乡。拄亲像旧年乌俄战争中，真侪乌克兰老人宁愿死踮家乡，也不愿互灵魂流浪他乡。
回头看台湾，当古婆讲起阿公互日本政府征调去南洋客死他乡的往事，总是讲伊的灵魂毋知流浪伫世界的倒一个角落。也有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，上互人艰苦心的是真侪受难者的遗体根本找袂到。基督徒虽然知影死后会通转去天家，也有希望会当伫家乡落叶归根。少年的时，阮兜对面有一位年纪80外岁的部落长老，每当黄昏时啊，伊真爱踮伫厝顶敲木琴。伊讲，透过木琴的声音，互伊的心有稳定的感觉。我相信，这就是上主互人的深刻情感。创世纪49章29-30记载，雅各对因遮个囡仔讲：“我要倒去我的列祖遐，恁着将我甲我的祖先带做伙，埋葬伫迄人以弗伦田野的洞穴，就是伫迦南地万里的对面，麦基拉田野的洞穴。”是亚伯拉罕对迄人以弗伦要来做墓地的产业。伫遐有埋葬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，阁有埋葬以撒甲伊的某利百加。我嘛伫遐埋葬利亚。迄区园甲迄内面的洞穴是对迄人买的。雅各交代因这话了后，开肠就死，可见雅各偌尔啊重视祖先所立的约。对50章第1节的描述，约瑟拍伫伊的老爸雅各的面铁口，甲伊针。咱也通看见约瑟失去老爸的悲痛。登场时，埃及人也为雅各举哀70日，表示追悼甲尊敬。约瑟请王的新妇向王禀报，家己必须遵照老爸的遗言，将伊归葬迦南地。王允准约瑟，约瑟就和兄弟全家做伙转去。以外，埃及的达官显要、车辆和马兵也斗阵去，规个行列浩浩荡荡。就安尼，雅各结束寄居埃及的生涯。回归祖先的地，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心所向往的人生终点。检彩是一个景色宜人的梦园，检彩是亲爱的家人最后安放之地。总是基督徒的人生终点伫倒位？咱生命的根源伫倒落？拄亲像圣经讲的。就是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应该看重生命的归宿，回归转来到主的面前，找到咱属灵生命的家。今仔日有偌济基督徒沉迷伫世间的虚华，流浪伫追逐世上的虚名甲权势，袂记得回归。转来到主的面前咧，往往直到最后一刻，才恍然明白人生目的和终点，原来是伫创造宇宙万美的上主面前。人生到最后，一切有形之物拢要回归尘土。重要的是，咱留着甚物美善的生命，互后来的人。咱知影家己的灵魂要回归去倒位咧？
默想，我是毋是有努力伫思考人生的方向？我是毋是愿意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？我是毋是通归正到主的面前？我是毋是有努力伫思考人生的方向？我是毋是愿意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？我是毋是通归正到主的面前？做伙来祈祷，听我的主啊，透过雅各的预言，互我搁再明白生命的意义。求你帮助我，无搁迷失伫五花杂色的世界里，细致听你的呼唤，搁再回归倒转来到你的面前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